2025年12月16日晚，蒙特利爾唐人街洋溢着溫暖與感恩。在蒙特利爾執行委員會主席 Clopina 的帶領下 ，Villarreal 市議員們向長期支持這一重要文化區域的志願者們致以誠摯敬意。活動現場，官員、嘉賓、居民與社區代表們親切交流，氣氛熱烈。Clopina 先生在致辭中感謝社區居民的信任與支持，他重申對振興唐人街的承諾，強調將切實推動解決治安、清潔及流浪漢等議題，全力維護居民、家庭與學生群體的權益。他肯定唐人街不僅是文化地標，更是承載歷史與記憶的獨特家園。隨後，多位嘉賓依次上台，表達對唐人街未來的美好祝願。活動最後，所有與會者共同合影，定格這個充滿社區溫情與希望的夜晚。